深屈到巴士站起步，經舊姜山郊遊徑到觀音山南崖，覓得引路上山。上望觀音山南崖，留影。下面是石壁水塘，另一個角度，遠望鳳凰山、獅子頭山。來到崖頂準備落繩，我們主要就是玩這塊崖壁，隊友由繩下走，我繞側邊攀下到崖底，上望有8層樓高，有難度的攀爬線，會有幾個難位，必須要穿上安全裝備，以保安全。爬至中途，下望很企，還差一點點就到崖頂了。在觀音山南崖望向獅子頭南崖，能清楚看到花生石，跟鳳凰山合影。從這裡攀上去離開，回望剛才爬上來的崖頂，再從這裡橫移向右邊，此段路崎嶇難行。回望有靚景，途中經過觀音石室，既然都來了觀音山，我們就順道尋覓近期熱門打卡位，嘗試往上攀。是否在上面？隊友在對面險攀，我覓其他路徑攀上，下望隊友都安全了，邊覓路邊拍照留念。找不到觀音手印石室，唯有繼續上攀，下望隊友陸續跟上，就直接上山頂吧。接上路碑，途經434米標高處，再接上鳳徑，返回舊姜山郊遊徑，再跟橙色絲帶上山，上面就是觀音手印石室，石室前留影。觀音手印石室，阿森一束石室，石室外的風景很美，多拍幾張留念。盡興後沿路返回舊姜山郊遊徑，往深屈巴士站散。